南科 FG 的区段征收进展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那么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全程资讯公开透明，那照顾到民众的权益啊。那所以呢，全区100公顷里面，大概有61公顷呢是我们的住宅区跟商业区，可以为南科的科技人、南科的就业人口提供居住使用的住宅使用的土地。那另外呢，也解决了南科长期以来缺乏大型商业用地可以招商的这个问题。那30几公顷的公共设施里面，我们开辟了道路，还有公园。那其中呢，公治7跟公治8两个大型的公园，它有兼做滞洪池使用的功能，可以吸收地表的径流，让这个全区都不淹水，并且呢，也建置抽水站，那容纳了大概75000方的这个蓄水量。那这边的公共设施，我们也建置了特色公园让民众可以来这边休憩。危险较大的所在，这过去也是一片农地啦吼。这厝安尼建设者，然后大部分区拢喺阮南管理内底啦吼。开发起来以后吼，对阮地方的发展吼，会非常的有足大的帮助啦吼。嘛，选成咯，大家吼以后对这生活机能好的时阵吼，带咱留咱地方的人才啦吼。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钱财，关注台南市南科特地区开发区块 FG 区段征收工程顺利竣工启用。那完成这个区段征收，总共有100公顷，中间包含住宅区跟商业区，全部都是精华区。那可以提供来南科就业、生活或周边的民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也可以宜居的一个好的环境。那这54公顷的住宅区可以容纳将近15000人，让很多这个朋友在南科找到他的家。那未来的发展无可限量。那而且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什么里程碑呢？对地上物征收补偿没有意义，对于土地分配没有意义，那减少了很多过去土地重划也好、区段征收也好的一个纠纷跟诉讼，创造一个100%完美的记录。那我相信在全国各地的区段征收跟都市计划啦、都更啦，或者是土地重划，一个100分的例子哈。所以说南科土地区段征收 FG 区是100%完美的。我们也希望这个例子能够持续推广在许多公共建设跟公用土地的取得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带给南科的发展画下一个新的里程碑。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1月1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迎接农历春节，台南市的永康甲博爱2间国小，分别用台语甲英语，透过轻松趣味的闯关游戏，让学生了解过年的文化习俗。即马就对着镜头，提早来感受过年的气氛。永康国小传堂高挂学生的99张手画春仔，替学校增添年节气氛。为着让学生提早感受过年时的热闹，特别设计3个游戏关卡，包括卡针记号、约年节的4小日历，用台语讲吉祥话，只要通过就当领小红包。我学到苹果是平平安安，彩头是好彩头。透过这个实物，也是咱普通时啊看会到的物件吼，来学咱囡仔来学咱过年的吉祥话。当天的营养午餐嘛特别准备应景菜单，师生伫学校就当品尝到传统年节的特色饮食。红烧蹄膀，伊就是代表富贵团圆；菜头汤就是代表好彩头；茂谷干，这就是代表大吉大利的意思。另外，伫博爱国小内底的国际英语村，是用国际语言传达祝福。外籍老师除了提起毛笔写春仔，也搁设计系列关卡，甲学生抓年英语词类看情景对话，还是安怎用英语表达春仔当中的祝福语言。这堂课我学到了很多有趣且实用的英文，在新年我可以跟我的家人分享。像蛇的英文是 snake， 红包英文是 money。Happy Snake New Year！
is my first time being in Taiwan for the New Year. I feel like being in Taiwan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feeling as to any of the smaller celebrations that we had in America. So I'm very excited to be able to be here. 巧妙的甲年节温馨的氛围甲外语结合，参与的外籍老师感觉相当趣味以外，学生嘛提高英语的表达能力。那孩子在这过程中呢，可以运用他们的一些英语的基本能力，来把它融合在整个文化里面，然后来学习这样子来应用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觉得是非常的好。两间学校透过台语、英语两种不同的语言，让学生学习传统文化，唔那传承本土母语，嘛会当增加国际视野。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每一当春假期间，位伫安定的古堡黄目子园区，拢会举办创意展览。今年上届特别的是，董事长王国营摕出伊珍藏的绝版《弹珠超人》甲假面骑士模型翁仔，而且初1到初5，每一天拢有200台小汽车模型，要免费赠送给民众。相信你若是假面骑士的粉丝，看了这么多模型7毫米，一定是大开眼界。而且14只拢是第一代昭和时期所推出，到代已经超过50档，嘛是日本东映公司上长货收的经典英雄系列。另外，同款珍贵的，也有1998年搭配弹珠超人影片所推出48集的模型7毫米。其中，董事长王国营手中由4只角色组成的光之龙嘛早的绝版。像这只迄个光之龙，伊个4只，甲伊合体起来安尼，吼。但这现迄个市面上足少有这个物件，我伊第一代塔卡纳的物件，吼，我内底有收藏，应该还佫一堆，我摕一半来尔，啊，感觉过时间哦，大家若有用的，带来。阮就故事馆参加呢。除了欣赏市面上已经看无的模型7毫米，古堡黄目子园区嘛希望唤起大家暂时放下3C 电子，家己动手来体验组装的成就感。其实是可以训练小孩的一些什么空间理解概念啊，以及精细动作啊，所以其实是过年期间啊，可以来这边哦，远离那种手机，然后来这边组装一下，训练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这个也是一种爸爸妈妈应该有很喜欢的，就是这种怀旧的小东西。每一当过年期间，古堡黄目子园区的创新展览，结合安定区的行村，嘛互区长热情推荐。大人可以回味以前的小时候。小朋友可以体会一下那个年代的不同的玩具，好是什么样子。好，在这一个新春的期间，可以又有玩又有的好东西，然后应该也有一些吃的，也会来一起在这边。园区表示，到时初1到初5每一天也有限量200台小汽车模型，要免费销送，机会相当难得。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议员林美燕今年已经是第9档发起爱心年菜灵馆活动，得到真侪善心团体甲民众做伙认购，募集1000外分，用心学骨鸡年菜，要来帮助南区甲安平区的单亲离小弱势家庭，互因伫个29暝围炉时阵，也当食着营养又佮健康的美食。台南市议员林美燕结合真侪爱心团体，包括康黄金主神爱心会、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着中华九子主神会，连续10档来认购爱心的年菜，分送予南区甲安平区的弱势家庭，以及低收入户、离款的病人户。今年总共认购大约1100份的爱心年菜，上午分别伫个南区的国民路、甲着湾里联合处来发送。过年的时间啊，大家欢迎时阵也想到一些需要关心的人，所以我们已经长达10年的这个年菜的发放。针对我们南区、安平区一些比较需要关心的人我们做一个就是发放年菜。当初为什么发起这个发放年菜的是因为我们都会对象是单亲呐，因为那过年过节做无用，爱去一个办年货。那你如果酸心的时候当然2个人去办的时阵会比较大家较轻松，
但是我们想到单亲的家庭，他必须要去面临我们就是生活上的一个压力，还有过年的一些事情的，包括办年菜。所以咱们老公跟我们康环金，包括我们就是台南市妇女联会、中华九子等等这些爱心人士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不是适度发一只鸡？为什么用鸡呢？以鸡嘛，让狗踢鸡啊，而且用几只鸡啊，他们就很方便。过年的时候、除夕夜的时候、团圆夜的时候，他只要加一些火锅料跟一些蔬菜进去，就一个热腾腾的火锅。上午出席的包括康黄金、九子爱心慈善会，甲伫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理事长拢亲自到场。真侪领取的民众表示，已经连续领2-3档，对着爱心慈善会善行嘛表示感谢。年菜啊，然后妈妈会先拿去拜拜，然后完就打开就吃了。过年就有这个菜，对啊，就为家里加菜这样。很谢谢我们美燕那个，还有真的很感谢，还有一些谢谢我们理事长，谢谢大家帮忙这样子，都照顾我们这些一些比较低收入还有单亲的妈妈这样，很谢谢很感恩。议员表示，每年的爱心年菜拢是准备养生的乌骨鸡，希望弱势家庭会用的食鸡起鸡。李市府社会局的专委嘛代表局长到场来致敬感谢状，感谢这群善心团体每年的付出。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另外，为了让家收入好，也会当安心过好年，由立委陈廷辉甲前议长郭信良共同发起的爱心飞扬定美活动，1月19号将伫湾台南市6区以及永康区甲前门区发送，估计有5000户弱势家庭来受惠。由立委陈廷辉甲前议长郭信良发起的爱心飞扬正面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23档。活动结合陈家照纪念文化基金会、台南市丁乐慈善爱心会、甲培珍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以及侪善心企业，今年募集超过300万的民生物资，将伫19号共布伫安南区郭信良服务处。北区、中西区、陈廷辉甲陈义珍的服务处，以及东区、南区、永康甲前门区来联合发送。岁末年寒冬之际啦，吼，在这个要过年前吼，咱特别针对着咱包括咱原台南市吼6区，佮包括咱的前门区，佮有咱的这个永康区的家收入吼，差不多有5000户啦吼，来做这个寒冬送暖吼，这个物资的活动吼，当然当成就安尼活动啦吼，真正是需要真济吼，这个大家吼很多赞助厂商大家的帮忙，我们才有可能来完成。然后委员今天不在，但是我们的爱心还是不减哦，我们的温度都一直在加深了哈。那么我要感谢所有的我们的赞助厂商哈，你们的爱心啊哈不落人后了哈。感谢我们这次所有的赞助厂商你们的爱心哈，真的非常的感谢，让我们快过年了，有一些低收入户真的是过得蛮困苦的啊。这20几年来我们陈廷飞委员，还有我们郭信良前议长的帮忙，才有这个20几年的捐赠物资，真的非常感谢。我在东区的场次跟廷飞联合服务处在崇明路111号，我们在礼拜天，我们除了我这边大概至少包括我不只是1、2、3款中低收入户我们还有一些弱势团体。像听障团体很多团体，我们有多加发米，所以我这边大概东区的部分我就会发出大概1600公斤，然后还有其他的物资，廷飞委员团队这边一起提供的物资等等哈。这次发送的物资有白米、罐头、沙拉油以及牙膏、牙刷等民生用品。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包括侪位的赞助企业，甲基金会董事长嘛拢到场出席。现场嘛有四所台湾的演员林玉子甲林坤到场，伊嘛代表演艺界今年是第2档的投入，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帮助社会弱势，会用来过好年。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
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为了让民众好过年，避免落入去诈骗集团的陷阱，台南市警察局公布去年12月份的诈欺状况，以假投资占23.77%上介多。同时，佮邀请知名网红郭桂桂现身讲法，伊表示诈骗上过分，会号召网红佮艺人做回来反诈骗。知名网红郭鬼鬼因为高颜值、高人气，也时常被诈欺集团盗用人头来引诱男性应招诈财。虽然自己说不容易受骗，不过阿嬷和粉丝都曾被骗受害，只说太可恶。加上本身也是台南人，所以应市警局邀请来为反诈骗代言。收到蛮多粉丝就是说，你加我好友，然后跟我聊天聊到一半，怎么就不回我了？或者是你那时候加我好友，叫我去买什么点数给你啊？我就说不可能，因为我本身不会去想要粉丝帮我买一些有的没有的，对。然后我还曾经收过那个我阿嬷说她有接到电话说我被押走，然后要跟他要钱。我觉得那些东西真的太过分了，诈骗集团。对，诈骗已经是全民公敌，市警局也公布113年12月份前3名诈欺手法，分别是假投资、假网拍和解除分期付款，请大家提高警觉。同时邀请蓝组绩效高达92件的中国信托西台南分行来分享。市警局长林国清强调，台南会持续和金融超商合作，为人民财产把关。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那在去年一整年呢，那我们蓝组诈骗呢达到2918件，是属于6都第一哈。那蓝组的金额呢达到12亿6387一万多元。那这一部分呢，为了守护我们台南市民的一个财产的安全，那至于市诈跟打诈方面呢，我们会持续来加强。郭鬼鬼感谢警方辛劳，也收下象征打击犯罪、穿警察制服的熊熊，直说可爱，也表示一定会号召网红艺人一起来反诈骗。号召所有网红艺人一起来反诈骗。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高雄左营有一间市场内牛肉汤，头家娘半暝啊2点就开始控汤，每一碗100块，用料非常的大方，希望人客会当食了欢喜。特别是伫个寒天，也未到食饭的时间，单位就客甲满满，甚至有人客专工为家己来遮品尝。一大锅的热汤在台面上滚啊滚，这锅汤可以说是店家精华中的精华。老板娘从凌晨2点半开始，就会用牛大骨熬热汤，秉持着天然最好吃，用心煮出一碗碗的牛杂汤让顾客享用。每碗100元的牛杂汤，老板娘给料完全不手软，放入各样的内脏，满满一碗吃起来非常过瘾，而且还开放顾客免费加汤。板娘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开心。2点半的过来炖汤。5点半才有得吃，特色就是说冬季新鲜就有特色，重点的冬季新鲜就有特色，就是说牛的那个肚子里面呢，这有的没有都有，牛的大骨去炖汤，牛的骨头最重要的牛骨头去炖汤，我们都是本土牛，那个牛肉都是温体牛，牛肉我们是加杠的本土牛。上午10点半还不是用餐时间，市场的摊位就挤满了客人，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来一碗料多实在的牛杂汤，或者半筋半肉的牛肉汤，都让人觉得相当暖心。许多顾客甚至愿意为了这碗超值的牛肉汤远道而来。肉很嫩啊，汤头很鲜甜，吃起来就很爽啊。我们从嘉义来的，常常来。来这边玩啊，一定要来这边吃牛肉汤嘿。这物件就是吼，这口味那袂歹，所以吼俗个，这俗啦，重点俗哦，个迄个比外口的迄个这料吼，不好济啊。就是好店唔较定定来。你现在物价这样算最便宜了，那你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东西好吃才是重要。不错啊。
蛮到位的，而且我已经吃了牛肉又新鲜，我差不多每一个礼拜都来吃一次。他们的那个服务招待都不错，货真价实的，蛮划得来，而且又便宜，在这边蛮方便的。大家高高兴兴过来吃个，哎，这值得，这个便宜值得，就是说我们这个租金便宜，我就是卖给人家便宜，让客人高高兴兴过来吃值得，在市场里卖牛肉汤超过20个年头，即便物价不停上涨，老板娘还是尽可能不涨价，让顾客可以快快乐乐的来到市场品尝这碗高 CP 值的牛杂汤。记者潘志光、陈怡君高雄报道。冬天气候干燥，无论是开门或者是穿衫烫衫，拢有可能被静电电到。记者特别请教到物理老师来分析静电的来源，同时教大家安怎降低静电发生，避免突然间被静电电到会惊一条。打开车门，手靠到铁柱上，开启家中大门，还有和朋友触碰时。只要冬天一到，就常常受到静电电一下的困扰。有民众苦笑表示，躲都躲不了，就让它电。也知道穿脱毛线衣时也会被电，但该如何避免静电缠身，多数民众都不清楚。冬天吧。冬天啊？就是跟别人接触，尤其是穿毛衣那种的时候。碰什么东西被电到？就可能手碰一下就会被电到，就是那种毛的比较容易电到，其他的就还好。就让它电，今年就没有被静电电到过。就是脱衣服的时候静电就会那个，或是摸门把的时候就给它电一下。对啊，就给它电一下就结束了。有网友建议避免静电的困扰，可在开门时先触碰地面或是碰触墙壁，将身上静电卸除掉。而这几种方式经过物理老师的认证是可行的，但是墙壁和地板导电性较弱。电荷恐怕无法在短时间内全部移除，身上还是会有微弱静电存在，所以可以利用钥匙来取代手去碰触门把，让碰触后的电火花产生在钥匙和门把间。另外，使用保湿用品，例如乳液来涂抹，都可以有效降低静电的产生。那如果是冬天的话，它可能散失的比较慢一点，因为天气比较干燥。那如果说是雨天比较潮湿的话，这个电荷呢可能就会消失的比较快，就摸地啦或摸墙壁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有效啦。其实也是有效。就是把那个某一个我们碰它的时候会触电的东西，先把它导引到其他地方去。比如说这个上面，假设说它现在累积了很多的电荷，比如说这是一个手把，那我们可能要用一些东西呢，不要。可能不直接去碰它，可能是透过一个东西先把它导引掉。物理老师以金箔验电器实验，从含有聚酯纤维的衣料上验证，衣服经过摩擦后，其中含有的电荷再靠近验电器，金箔感应到电荷靠近就会打开，而打开的幅度也关系到带电载体的含电量。老师进一步表示，人体是绝佳的导电体，加上穿的衣料也多数含有聚酯纤维，冬天天气干燥还有摩擦，就很容易产生静电，但也要破解一下迷思。纯羊毛衣料是有良好的抗静电性，但若是加入聚酯纤维，就还是会出现静电的现象。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经过规定，只要是顺行停车格，停车的时阵，就必须爱遵照行驶的方向，若无就是逆向停车。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黄牌甲红牌同行机车，不是爱停入去汽车格吗？那会是停入去一般的机车格呢？而且阁是停道柄。交通大队表示，这类停车拢是违规，相关处罚1200块。一整排机车停靠在路边机车格中，仔细一看，怎么会有车头朝外、车牌朝内的情况出现？其实这种为了出入方便的行为，都已经违反了道交条例。一般机车都已经如此，何况是重型机车？重机主为了贪图方便，或是省却汽车格停车费用，将重机停入路边机车格，同时为了规避罚则，也将车头朝外、车牌朝内。这种心态实在是就唔贪。除非民众检举，才有可能会去拖掉，我们不管这个的。但是他如果停在汽车格内，我们是一般照常收费的。除非他这边有收费，会写计次收费，他就会比照收费这样子。车头应该是朝内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朝外，可能会车牌不要被拍到吧。朝外原因
可能有一些顾虑吧，就像他刚刚讲的，可能怕被那个遭到车牌或者是那个逆向行驶的，会这样停一定是迫不得已嘛。对啊，那他可能会要规避罚款，他会逆向。对。高雄市鼓山区随着近年大量人口的移入，不仅豪宅大楼比邻而居，当地美术馆景点同样吸引许多外地游客到访。其中不乏有重机族或是超跑车的加入，虽然有助地方名气，但也带来些许负面观感。除了违停事件增多外，夜间油门噪音和交通隐忧都让当地社区民众相当困扰。大部分会停在那边，都是因为会来美术馆这边来运动啊，或者来这边游玩的民众居多。那里长当然也是希望说，能够让这些重机族来到美术馆，能够有一个让他们可以停放的一个位置。那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建议交通局，是否可以把现有的机车格能够调整几个为重机专用停车位，当然也是必须要按时间来收费。夜静人声的时候，尤其是改装车辆行驶在美术馆的任何一条道路，它的回音非常的大，那也造成住户们很多的困扰。那我也希望这边由衷的拜托我们这些改装车或是超跑那经过社区的时候，拜托一下油门放轻一点，能够让社区的那种安宁能够保持到一定的一个气氛。对于机车与重机反向违停事件频传，高世勤表示，除了会加强巡检外，也呼吁民众若是有发现类似违规情形，可通报110，警方将到场查处。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会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男女傻傻交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
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无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是关心您啦。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